你呢個係辭職報告還係病歷表啊？呢份咪係專為地產人寫嘅職業病診斷書咯。膝頭哥唔好，貴唔揾臨時取消睇樓啊？咁凌晨1點講確定要睇，咁個客朝早就講聽日唔得閒。胃功能衰退，咁啃唔落年度 KPI 大餅啊嘛，咁年頭講人均8萬業績，咁年尾發現底薪都扣晒埋，腰椎盤突出，咁頂唔順如期交樓嘅客戶啊嘛，咁個客俾咗首期要收樓，咁開發商停工半年，咁上頭又講要穩住個客先，咁傳媒曝光之後，全部賴晒我哋虛假宣傳，心律不齊。頂唔順月底衝業績嘅心跳噶嘛，咁每個月25號就係生命倒計期咯喎，咁個客話再諗多3日，對手已經簽咗合同啦，咁上頭又拍晒台咁樣講，今年必須要開單，個心跳得比個房價仲上落啊！